台湾近比维持无可能停电关于疫情卡半天，最美是求量未停电讲大。经济部长沈永金表示讲，最美国家吹应付完成的，对2年除以意思，最当日天压增强800万炸以外，其他量厂商做的自由做另外销。老民众同关心的最美家私，沈永金强调是明知最美还是维持本地的家私，不过厂商自家来买的，海外回归始终机制。呢度防疫措施，我想伫2年初一为大规模基金，包含电影院同银行费1度2文发通，都唔是这个错没发错的，没做的是东西。不过外带最唔系，脑上天买气票，指挥官陈时中态度已保留。北欧前台国家瑞典3年内发生疫情多件，一次唔封上，防疫主要都意思民众自家控制自家。不过按用政策也不会引起同头争议，主要认证这片的感染同死亡人数见增加。不过，瑞典政府还能强调防疫为长期来看。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呢度留学生同侨胞入境俄罗斯，所以有96位台湾旅客在日本的天助下，对莫斯科飞到日本东京，再个转机顺势转到台湾，对亚安老普表示感谢。巴西是下全世界确诊人数第2个国家，不过总统博索纳罗3唔重视防疫，竟忘记监视东西，美莫带电最严美。美国政府颁布命令，禁止17日是去到巴西的外国人入境。